形合一的，我们才可以知行合的。啊，或许就要来讲，咱爱知影啥物？咱知咱讲知行合一，咱要知影啥物？互学建议四大点来甲咱各位一个共同做一个研究。哦，那么咱研究到了，咱来研究到做啥物？根基组织活动。那活言哪讲活动？吼，哪会做活动对啦？根基组织活言，那么根基是为谁修来？哦，咱来互学呢？拄则互学本来要甲咱做一个分享哦，第一段。正是伊有分第啊第一段，电脑是已经甲我解说好，好赞，哦，感谢主笔，也是伊也嘛无问我讲我今日讲啥物主题嘛，但是吼，咱讲共一个团队还是有了吼，有默契的，有默契，所以电视一批哦，替我讲解了吼，所以我等了一篇咱自然跳过，好，根基组织决定，各写写咱求道的动态。只要咱有认真听，讲师拢安尼甲咱讲，因为咱今日求道若是靠根基组织会言三言辅助，咱要来求道毋是遐简单。有时你到佛堂门口，你会搁倒，讲我头壳听到要变化，我无爱求道，伊就到楼骹自然就好了。这就是伊嘛毋是伊根基不足，就是组织不足，就是伊会言不足。那么咱今日各有经验，包括学。咱今日当礼拜到咱天文等这个重要的性质内底，咱拢是辅助这三份，就是福报好。哦，而且咱平时要乞丐修福者，为伊做足接触这个福报。哦，所以咱今日会当来到咱重要的性质，咱圣人甲咱讲，这本书甲咱讲，为大根器者难入良华高道中。咱若是一个大根器者，咱今日要来到咱培养的。有等无遐尔啊，是尔这么济人，较济人尔，对毋对？哦，你来听，一般有些简单的，伊即个2.5个时间是真正有够未来的。我较昨尾去入迄个伦理班的时阵吼，啊倒伫遐看着时钟1:40分啊，拢有跳开来。阮老公啊，你要去对啊？讲我们来上轮椅呢。伊讲哦，啊你毋是讲做好爱困，爱去要上轮椅？各位先生，我爱去上轮椅，还是要上较困难？你唔使爱上轮椅，因为讲师是为高雄开车来的，哦，迄个去到有时是比讲师较晚到。阮迄个师妹前线甲我讲，江妈妈，你迟到有迟到吗？我说还没啊，50分还没迟到呢。因为我有充电干了，10分钟就到的啦。你讲50分，人家讲是1点半就来了，你们50分要来做什么？各位前线，赶快去参会，哎，讲师为高雄来，1点半就到咱爱上路的。啊，咱往往拢会安怎？较远的拢较早到，因为较远的烦恼迟到，所以较早到。啊，住伫咧厝边的吼，拢会迟到，因为想讲我起来就过来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跟每一个兄弟姊妹哦，而且毛病哦。那么各位前也不要紧，咱都是非常有福报的啦，吼，啊来根基好，咱知影人修道。重点伫第三，知影人修道，因为呢，若知影人修道，你个根基偌好，吼，福报偌好，我才行袂出来。所以各位姐妹，咱今日爱先肯定咱家己，因为咱会当看迄条树来有树叶，所以咱福报好。那么根基呢，就是咱过去是修来，过去是修来。重点是咱有智慧，咱知影人来修道，咱知影人来修道。好，那么再来，这篇免讲啦，因为学校为什么会用搁拍这篇呢？来遮甲咱多些人分享，就是呢。要来肯定咱的根基是过去是修来，所以我大家咱电脑师即马了爱上咧讲《金刚经》，各位先生，咱合成单位遮咧讲叫《南京》嘛临江咱爱上有《金刚经》咱若毋知影倒一天来当问下，后礼拜三当咱经典班，电脑师若只要是国内的，拢有咧讲《金刚经》，咱各位先生我们要去参与，迄个参与袂遐简单呢。迄一个咱电脑师伊对金刚经我非常研究到，是非常的透彻，甲咱讲甲非常的详细，你甲听。若无像咱养菩提众生迄个咱的语言有够济，咱要听这经典是安怎？不是那么简单啊！你看你听佫听无啦，电脑师讲偌清楚，你也是无听无，为啥听无？无熟，就是你坐伫遐无熟，
啊，佮而且加上你咱的障碍太济的时阵呢，意味无开，障碍足济的时阵，咱会愈听愈有啥啥，啊，一届听吼，一届人就无爱去。但是各位前面，互我而且甲咱共同搁再鼓励一下，听无愈爱去听，听一届无两届无第三届你绝对听。啊，听无咱会使问咧，咱搁有互动时间，比如说留半30分、半点钟互你互动，哦，你听袂使爱问，伊会甲咱解说。那么即一边来，各位先生，咱做伙来练一遍敢好？哦，因为互考的资料无偌济啦，咱就是咱甲时间拖到4点安尼就当学。啊，互我练一句，咱练一句吼，安尼咱较袂爱过吼，因为吼我专门咧教古籍的，恁拢甲讲做你是古籍的小朋友，跟着读经老师一起练一遍，或许读一句，你们跟着读一句，好不好？好。正是知有分第六。正是知有分第六。师菩提别福言。师菩提别福言。世尊。何有众生？何有众生？你如是言说将故。你如是言说将故。生实信吼。生实信吼。不过师菩提。不过师菩提。莫作是说。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。如来灭后。何500岁。有持戒修福者。有持戒修福者。无处将故。无处将故。灵生信心。灵生信心。依处为实。依处为实。当知是人。当知是人。不如。一佛二佛三世五佛。一佛二佛三世五佛。以净善根。以净善根。以有无量千万佛。以有无量千万佛。所净诸善根。所净诸善根。讲真诶，即一篇吼，你逐工拢捌念，哦，逐个知影背起来吼，拢足感恩诶，念伊诶亲经伊自画即一篇，搁甲念者，咱着当肯定咱，今日会当得到迄个先天来着胜利集团，就是咱过去经伊诶称呼。佛，拄则电脑师傅讲，佛是诸理者、实理者、义理者。公义者，伊绝对拢无甲咱骗，吼！咱伫即一篇内底，甲咱安尼讲甲遮尔啊实在，咱就是过去的持戒修福者，有持戒修福尔，咱无受贿，吼！那么咱过去的一书传一道，对不对？一个师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师，分为传本，迄师师并归心，一书传一道，道不传流利，伫青夜甲暗暝时阵，那么即阵白羊天的应势，咱才会当普传。普传互咱心地治疗修，那么要心地治疗修会当得到，嘛就是跟过去世修来。所以各位一咱肯定咱家己，吼，啊感恩诶，即个咱甲食，吼，好甲咱分享嘛，咱一家食2个料啊对表，拢袂记一只吼，刚拢爱食感恩诶，食知足诶，吼，平暗时啊要困，知足诶迄料爱食咧，吼，知足诶甲食，保证咱好困。啊若暗时啊歹困诶，当甲电脑思考，我来爬山。爬山了，但绝对互伊落困吼，因为足忝对不对？爬山足忝诶，我电脑师讲，我为着身体健康，我当无爱去爬山咧，我到时泡茶开讲，毋是更较好。哦，爱爬山吼，冲平平，佮规身拼甲规身躯汗，当规身是有咧爬啊。伊即摆都爱教爬基隆山迄个大洞山吼，师傅啦，伊是师傅，我是徒弟仔诶。那么各位姐妹，互咱了解，互我着袂去。因为无法嘛，袂使晓解说，吼，啊，电视伫遐解说嘛，互我坐伫遐有够欢喜的，互我微微啊笑，讲为虾米电视你替我解说即篇啊？哇，上天最好的安排，而且咱有听吼，电视讲嘛，咱有注意听吼，要无注意听，等下会使搁来讲即遍吼。因为这互我多袂晓，我是要带过去的，因为我是要互咱肯定咱今日吼的身份，咱家己的身份吼。好。即个地心讲大仙的结缘训内底，哦，伊嘛甲咱讲啊足清楚，这毋是互我讲的，这先祖讲的。咱即世咱修着是咱3世修的，咱修3世哦，哦，啊，即世会当开法会，啊，如果你今日会当来遮参与着这个法会，各位先生咱修5世，这个肯定哦，这毋是互我讲的。啊，今生的咱大佛堂修7世，哦，就是讲咱厝内当写佛堂。
那么今生会当参考，伊咱十世的修，修十世后，咱今日才会当来真正达到，咱伊就祖师爷四面门墙，甲咱做一个维护。这才参考的人才，咱甲咱互咱祖师爷四面门墙。你讲等于到咱吼，高帅天吼，咱今日才会当伫咱的门内吼，咱伊祖师爷门内修行。若求到名无参考，咱是门外。所以各位姐妹，咱今日咱达到参考，咱嘛爱去念来若还未参考的各位姐姐，我们加油啊！咱加油！其实食素食无无为难啊，食素食是讲其实就简单，因为即个时阵食素食的人天下，你看正经菇仔有几十种，伊早食素食较有可能配豆乳，我讲若讲袂伊早民国45年食素食的时阵。民国45年拄啊，互我传出世，互我细汉会记哩吼，咱食菜就要配咸鸡啊，咸鸡是规红光的对不对？即摆咧，即摆食素食吼，我咧阿孙咧像电脑水阿孙，就是阮孙，电脑水阿孙伊是100%的阿孙，我是50%，我分一半吼。人讲火牛肉安怎？火牛肉安怎？各位姐姐，你莫碰碰应该是我分着较知影，火牛肉碰碰应该是50%的，但是呢，伊细汉太历史。真正素食是真正咱讲家己的孙吼是100分的古锥啦，真正就古锥的。那么这也是可以过伊是修10世来，才会当开历史。嘛3岁就参考啊，3岁伊就敢参考，各位姐姐，互我食到36岁敢参考，真正差有够济。所以咱今日因在修班的传承上。各位姐姐，咱就亲像同齐遮船呢，过去就无使讲讲共穿一条裤的呢，共一条裤的，敢爱共心，一定爱共心哦。像咱迄个咧学校新春夜的时候放一个影片，就是2人3脚哦，30个人时阵32脚会当达到有级国中的吼，比赛要当达到目的地拢无跋倒，各位姐姐同心同力。那么咱今日坐北流的法船内底，咱做伙就来用即只法船，各位姐妹，咱是受过来势，无法度通散。那么这个是咱所食的苦，甲咱舍去，甲咱舍去，过你今世想要追求的种种。你即世人想要追求的物件，是你过去世所舍去的，供养佛，甲咱过去咱食素食乞丐会舍去的种种。讲真诶，咱今日咱。有做有做出去找无做的时阵，讲喏，因为已经做不定义物，伊成就了第6组。那么咱今日咧，各位前面，我们也是，咱嘛是来学习分。所以咱今日，若讲即世无办，怎对得起咱过去的家己？咱即世若袂歹去，嘛是会袂歹咧，身份咱会对了，因为咱是佛来出世，但是咱到遮受这五毒恶世种种的这袂歹诱惑了后。咱讲车粉之外啦，迄个什么七情六欲，所有的物件拢叫咱拢叫卖伫这受气路上。那么卖去了后，遐做到尾安怎？互我拢感觉讲，咱有一兴趣，各位姐姐，你要了解哦，为什么要讲兴趣？你的兴趣是要合作伙，像互我即摆兴趣是要合作伙，对不对？我会惊你厝啥？我会惊来处罚，对不对？我绝对袂去处讲法。今日我无来做讲功课，今日伫学校功课，敢会当讲遐讲遐因厝边学校无爱去，学校想要教人来引导，敢会使？袂呢，会使呢，我会处。爱惊来处啥？处罚。但是各位姐妹，咱经典甲咱讲，德本无言，但是以德言行。因为咱今日求道了后，你才找到你本来的面目，找到你本来的我，找到你的生死路。无你讲求道，就讲讲师，你讲三宝你讲三宝，迄个做迄个啥，济公老师说我三宝三宝你摕出来我看卖诶，摕袂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会当感受袂？会当感受。那么咱今日应处学法。法本无法，伫《金刚经》嘛甲咱讲，咱若讲咱世尊讲法叫做谤本，伊有讲一段，不算一段。《金刚经》32句，伊都不是讲
讲因法，那么法本无法，但是咱为什么学法？因为依法因性，就是咱学生法了，咱才知影讲，我今日想看来想的物件是对还是毋对？我今日做的代志是对还是毋对？哦，所以才爱互咱了解讲，咱即世一定爱想法，啊无咱会对不起咱家己。哦，毋通讲困难，毋通讲无用，哦，讲困难讲无用，咱会难躲无常。其实各位学姐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无常，无常的真正咱讲出的像真正的迄龙，你爱身边咧甲咱用，所以咱真正讲的讲，咱毋知咱定是要转去，咱方便的是那像阮去共烧香，爱用的烧香就开始讲，讲足济结尾才转去，因为咱的关系，但是尾伊拢会讲一句，我记足清楚，互阮常常咧分享，就是讲死不就行。咱定时转去袂要紧，其实定时转去袂要紧，今做820，一点点啊，咱拢好家己回来，敢若知影伊食到820岁，这嘛是故事啦毋知有真正无，我毋知。但是感会32，咱讲伊享受，就是讲伊虽然即个肉体无伫即个世间，甲咱做伙学修法共万用，但是伊的精神，甲咱责任大仙共款，咱责任大仙咱做点的是伊分，而且甲咱学修。但是伊精神甲伊德性，咱才家永远家己怀念。就是讲，咱今日学法，就是讲咱了解讲，今日我即个心，我的意念是正确还是无正确？所以呢，咱求道靠根基，靠祖典，第一个讲办德靠天时。那么。